另外有香菜，但是有佛教法师，像海涛法师就认为香菜不能吃，吃素的香菜不能吃。他那个故事还跟那个《封神演义》《封神榜》里面有那个哮天犬的故事有关。网络搜寻。另外还有什么小葱啊、韭菜啦、那个吃素的五荤不能吃，那五荤，荤呢草字头一个将军，军队的军人的军，五荤，葱韭蒜摄取，不能吃，说吃了会影响那个血液循环，还是情绪，还是容易产生嗔恨啦、淫欲啦等等啊，贪念啊等等，影响修行啊，不能静心啊，容易情绪起伏啊，所以不能吃五荤。另外有五戒，那个戒酒，酒后乱性啊，要戒酒。其实连肉也应该有戒。但中国是那个梁武帝制定说出家人不能吃肉的。早期佛教是说不能吃五荤，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吃素比较方便了。不要吃动物，就是说，不跟众生结恶缘啊。还有动物被杀很痛苦的，不能用自己的肚子当做动物的坟墓。说会被吃啊，通常都自己的那个祖先呐、投胎转世的，跟自己的有关系的。